姐姐今日如何？不好，这2日王后都不怎么肯吃东西，本来就害喜，吃了就吐，再加上心里烦闷，人就消瘦了许多。王后觉睡不踏实，听见脚步声人就惊醒，我们都不好说破。王后那是盼着大王呢。自从我怀孕，大王总共来我这里也不过2次。唉，这孩子命真苦，还没出生就和他娘亲一起被大王嫌弃了。王后别这么想，到底是大王的嫡公子，大王怎么会不心疼呢？只是眼下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搅和在一起，大王不得不对王后疏远，也好显出公平。什么公平？我又没做错什么事。王后是没做错，那芈月呢？事情不都是因她而起？她若不冒冒失失的去抓厨娘，那国美人能借着这个由头辱骂王后，樊少使能莫名其妙的摔倒，王后都是因为护着她才惹出这些事端来。姑姑说的不对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躲就能躲得开的。妹妹来了。外面的花开得好美，这是我采来给姐姐和肚子里的孩子看的。其实刚才玳瑁姑姑的话也不无道理，你我当日都太过冒失，我若能忍了一时之气，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。姐姐何苦要自怨自艾？妹妹从不愿意忍气吞声，更不赞成姐姐委曲求全。可如今这件事情都指向交房殿，我是有口难辩。我也觉得那日是赶事，怎么会那么巧？特别是樊少使跌倒，真的有些奇怪。公子，大王和王后他们过来了，赶快准备吧。嗨，你们听我的率领，夺回自家的阵营。咦，我的那个小木球呢？快给我找木球去！公子，木球在这儿呢。公子，木球。你是黑旗的唯一方，你们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点儿！明白。当儿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是红旗的唯一方。这些日子，当儿在甘大夫和处理子的调教下，悉心学习军务，日日在这儿和这些小内侍们演练兵法。花儿和焕儿，他们在疆场杀敌，当儿他们在后花园练兵。好，我们大秦后继有人。恭喜大王。童儿，你和当儿年龄相仿，为何不跟当儿一起玩耍？当弟弟力大膀粗，娘亲说若跟他玩，启禀大王，童儿自小体弱多病，臣妾是担心他出事会伤着筋骨。男儿应该多经风雨，多见世面。樊城是爱子心切，寡人理会，但过于呵护，总是不妥。是，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记下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众人恰好都在，王后不如让当儿带人演练一下，好让寡人同爱妃们高兴高兴。臣妾遵命。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，都怪月儿糊涂，这不能怪你，是他动了害你和妻儿的心思，别日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你怎么躲也躲不开。
大王，请用茶。那杀人蜂的事，查得如何？老奴叫人细细查过了。公子当遭遇疯子，实属偶然。米酒是公子通拿去的，但是公子当强从公子通手中抢去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酣畅通饮，结果酩酊大醉。倒是什么？倒是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他们从少司命神祠祈福后路遇杀人蜂，这确有可疑之处。哦，从神祠到交房殿有一条最近的路径，但那日偏巧路被水淹，所以王后、公子季和八子不得不走了有杀人蜂的那条路。可查出原因了吗？是几个在园子里干活计的内侍，他们把路断了。那条路是新修的，暗渠经常漏水，所以没有头绪。这么说，那些杀人蜂，也许真是被我们自己养的疯子引到园子里的。秦王，你是母后，我秦王的继父，你我共掌一渠，跟秦国的天下。怎么不高兴了？听说米叔那边派人来了。对啊，他好大方，又给金子又送粮食，你说我是应还是不应？要即刻就答应他，就说除了粮食金银，还要大秦的城池土地。哇，哈哈，月儿，你比我胃口还大呀！哈哈哈哈，要让对手看重你，不要让他觉得太轻易就能降服你。好，那我可就漫天要大了，这样才能让他肉痛，能知道你的诚意。老吴，你为什么不再摸许月公主？你知道我将她搁在我心里很多年了，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老吴，这是桩划算的姻缘。按规矩，大部族的首领死后，谁娶了他的寡妇，就等于接手他的部落，他的儿子就成了继子。我现在要娶的，那可是大秦国王的寡妇。我要让月公主的儿子，我的继子当上秦王，这样不费一兵一卒，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大秦国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老吴，老吴。老吴，你是不是搞糊涂了？啊！我娶了我想要的女人，义渠有了永久的粮仓、兵马和铁器，于我于义渠都是天大的好事。芈月，哎，大公主，大公主来了。王后，快来！听太医说你身子还虚着，我正打算抽功夫去看你呢，你怎么就过来了？你去看我和我来看你有何不同？况且我在宫里闲极无聊，只是一心念着我的孩儿。我若不出来跟你说说话，恐怕会愁闷死的。可外面天气那么冷，哎呀，你手冰冷。香儿，快去好好烹一炉茶来。是。父王果真信任你，把这些重要的议国之策放到案头，由你随心所欲挑选安排。哪敢随心所欲？明明是战战兢兢，唯恐有所疏忽，有所遗漏。芈月做事一丝不苟，可否读过苏秦的策论？读过。是否也有点滴可取之处？苏秦的策论折冲尊祖，纵横捭阖，堪称大家之作。那为何苏秦的好几篇策论投入宫里都石沉大海？苏秦的策论的确很好，但与大王眼下实行的国策并无二致。你是说毫无新意？角度虽有不同，但乃是异曲同工。这是芈月的见解，还是父王的见解？芈月
只是将策论的内容归总，但是否取用，全由大王定夺。这么说，父王的定夺，多少还是跟芈月的归总有些干系。大公主这么说，真是抬举芈月了。既然父王对芈月委以重任，饶了你，舒姐姐与秦王你情我愿，魏后若真心疼舒姐姐，就应该成全他们。闭嘴！来人，把芈月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，关起来。是。你就算打死我，我还是要说真话。放开母后，母后你饶了月妹妹吧，母后舒儿再也不敢了。你告饶告得太晚了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舒公主禁足高堂台，你们要是胆敢放她出去或传递私信，当即杖毙。母后。是。此事我主意已定，由不得你。你马上回你的寝宫密笔思过，绿萝已死在报室里了。你们2个给我过来。背后以后好好给我伺候舒公主，若再有纰漏，我剥了你们的皮。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那我就在这住几日，看你们把我怎么样。南后，晋让大夫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先生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莲儿，给晋大夫烹茶去。是。春天到了，咱们可以在宫里自己养些个鸡鸭，再在那洼地里种些个麦株。夫人，我还没有老到无法夜爬扶犁的地步吧？是，夫人。他们都是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你从秦国回来，重新做他们的首领，应该是得心应手。秦王夺了司马错和魏冉的兵权，要是他们拼命拦住，我定带人打上朝堂，斩那个妖妇，还有那个猪狗不如的大王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让我的外甥嬴稷做大王。不小子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仗杀人，什么都不懂，没想到你也会让自己人当大王啊！你以为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找些人去打秦国，杀人呢？对，我可不想像魏冉哥哥那样被困咸阳东墙不动。为这个恶气，你的脑袋疼。白起，这次你带人马去敲秦国，每一仗都要声势浩大，不仅要打赢，还要疼他们。我让你敞开了杀人，这样你魏冉哥哥重新领兵的机会就来了。我杀人，魏冉哥哥就重新领兵了。对，只要你闹得秦国边城无一日安宁，到时候他们缺兵少将，顾头不顾腚，他就会让魏冉出来重新领。这主意和我比的。